这九重三勾耶，祝你生日快乐！许愿，快点。好，许愿不是这样拜，好不好？我就太少事情啦。村民談到講，真奇怪啲狗肉版啦，隊長人都出嚟，出嚟談。老年大擂台，老年有阿樂，面這烏虛不應歌，向平時欣賞條牌。阿美嘅面容，有呢個話咧，我來了表啊！要就係，要就係。向平時欣賞條牌。冇話咧。老年大擂台，老年衝下來！哎呦，今日唱 TPA 感覺。哎呦，真的，哇，本他個電跳機會啊！哎，真勁哦！因為以前的管呢，按那比賽啊，哈，這簽是停了2年的時間，所以根本也雖然老年大擂台歌唱比賽正式開始啊！上兩禮拜本他個有暖身，所以啊，禮拜正式開始哈。冇錯。而比賽之前哈，我們要介紹一下。之前6年前 V 面5冠嘅 V 面咋，羅浩爺。哇5冠啊，已經過一半了，一般，但是按呢參賽朋友其他全部都厲害哦。對啊，個個來勢洶洶。是，所以你還是要哈。繃緊神經，繃緊神經，但是平常心被我對，好，正式比賽了，所以我們邀請到也是正式的評審老師啊，我們抽金牌評審團，金牌評審團，歡迎 TV， 啟志力先生，啟澤威先生，王丕淑先生，王義勳先生。雨林先生的兩片吶，你每次叫錯名字的。對，雨欣老師，心雨，傻傻分不清楚。好了，欣賞介紹的馬上進行級別比賽。馬上開始咯。有請 TV 係李彥峰帶來 Life Is。好來，躺過啦。想象简单，
好。哎，一條買那個。易涵嘅，王易涵，天堂傳說的歌，天堂傳說有時用嘅地方係天后嘅一條歌曲。哎呦，聽清楚哦，粉絲，可以從第一首練到最後一首。今日唱過一啲清風嘅蜜桃哈，你唱歌本身就需要再加油很多很多。對啊，哇，那清風的歌你應該是這個。好，玫瑰說駕馭不敢講，黑龜說龜好糖，哦，就是每一首歌都有買啲專輯的頭號粉絲嘅感覺。哎，給26年來哈，我知道金鋪青豆呢，它的穩定度高很多。對，它基本上作為樂團的主唱嘛，就是自己自彈自唱來唱，自己自彈自唱，民謠歌手型。所以又出過唱片了，所以沒有，他的作品集，雖然高中七個出的作品集，他說不能說是專輯，對，還不夠，還不到，名片，名片，很厲害了，很厲害。向世人宣告你李彥峰的名片哦，今日唱到用版的唐先生，向思碧欣賞。係彥峰，當久冇看到嘅思碧先生。係，我真嘅有看過佢現場唱歌，我真嘅當喜歡佢一種民謠風哈，因為佢一種民謠風，他也雖然很直接，唔過咧佢嘅出招係本來談到佢當單純嘅一個後生人嘅唱法，所以一首歌咧我做佢先歌咩當厲害，一首歌咧真嘅當適合佢唱哈，彈起來呢就係。像是他的自己的版本，有去甲咪西，所以講，可能啦，因為也把喺貼擺，可能咧弄一大類台貼場誒，一前是 healthy 場嘅比賽，真實的比賽，按以為 TV 哈，所以呢上堂起6個準的會聽啦哈，該緊張，係該緊張，我一聽話哈，唔過呢冇影響到人去甲表現的品質，所以我知道近比呢就係講，可能我原本嘛嘅建議的話，可能就係M1嘅部分啊，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我們粵劇的本身的表現，因為1機會影響到去甲1機的方式，就係應該說是你的換氣本身要控制好，唔會發揮影響到2機應用版表現，尤其係你這種不衝撞自己真音的模式的人哈，你用。平常他高音的部分還是會運用假音的方式去帶整首歌，所以彈起來呢，可能有時是你 key 冇馬拉發會 hold 不住嘅假音的部分的問題出，係，所以你要注意到，你去甲揾啲團機能用辦去分配，好，也係要注意到，冇會發現係講用到冇氣張來揾，安尼發當危險，好，要注意到也聽，好，安子先，好，安子先，你聽到哈？嚟睇下幾個分數嚟。李彥峰嘅分數。好。高分呢？高分。93.5分，超高分啦！咁高分呢？係啊，嚇得條前冇看到。我睇白人比上 MD 嘅分數是怎麼樣？超過90分就很高，就很厲害哦。都叫欣賞。根本最低分的還會被淘汰。係啊，清大分的哦，好像專一17級。所以這個分數應該。鬼平嘅，鬼平嘅。係啊，一分數應該較冇問題啦。較冇問題啊，算高分。係啊，好，謝謝。哎呦，大頭陣請你開哦。好，再休息。繼續加油。好，殺下來。殺落去，姜偉仲帶來客家真情。好，係嚟，等我啦。愛的客家人同下情，不分出去一時途風，就在此相依，永遠都係可愛可親，以愛關心你。同一條心，就一切嘅真情，根本煞費所有嘅意。
哎呦，吕总太公，你同伴你跳舞啊？你好像有舞伴。这个你呢？来劳动俺没看到的。哦嘿，还有啊有舞啊有，左右啊有。那东江唔跌倒。没有，也系冇跳唔會衝啊有，冇跳唔會衝，你大概衝都會跳啊。冇跳冇前可能後後啊。但是唱嘅種歌曲來講，就按嚟做好呀。哒哒哩哒哒哒哩哩，左右搖擺就好。伊迄前後還有啊有。哦，你跳到恰恰伊耶。人家有啊，对啊，有时候感觉好像他会快跌倒了，你说？对啊哈，前面冇跳唔會衝啊，正經。對啊，自由的擺動。啊，你會其實你唱到動好，你看一條歌，你 key 又聽到動歌，算動歌哦，算歌音哦。西單人來講，算歌。啊，但唔變咧，你又安尼又安跳，啊，我樣樣都唔唱歌嘅啊。咁會？吃演呢？吃演啊，給唔會啦。奇怪哈。他上半身不動啊，他只有下半身在動而已。嗯。鼓手清風啊！吃演做呢啊，關西，你個特殊感就錯了。每一個人衝過嘅 grooving 冇同樣，都有他的風格。羅哥有冇你自己的？我就像衝到嗰聽錯嘅暗用嘅啫。係啊。極端的是。係啊，係嘛？嗰種感覺怎麼出來啊？像於大哥就會腳就抬起。係啊，就是個人的風格。我為誰？衝，奇怪哦。係啊。你閃人，我們叫張惠妹啊。加重那個感覺。海哭的聲音，他用手在打。還是學友歌有嗎？張學友，他就那個手動跟他的那個 vibration 唱歌那個抖音差不多的。對啊。鼓手這就是特色。的演唱會，那是小事。你才真的比較像要中風的感覺。厲害，他有他特殊的味道。有啊。搞不好以後董倫也唱歌會好奇哦。係啊，潘一拜，我們這邊變成那個跳國際舞、國標舞嗰種，有冇？哦。對。好啦，唱得嚟，按你唐先生講明啦。好，唱這位先生。好，跟魏總先生你好。2年的時間哈。你其實冇馬邊，你這邊講機會係留本準備好嘅人，那時候根本你第一位唱歌嘅本，後生有一隻當好嘅示範。你看佢一開始唱歌嘅，給他架勢出標好嘅，腳啊、樹啊，吼全部都準備好。那之後咧2年呀，戲事冇變呀，音色同樣當演員，那之後當好，那之後係經驗啦，因為比賽當到嘅。就像羅大哥講嘅啊，因為跳安呢。可能上愛農業節拍做得當好，我知道你沒有做到。不過因為可能你愛跳又愛唱，有2擺嘅一視同仁嘅地方就冇唱好，每音有啲走脫咧，可能影響到。譬如講羅大哥講嘅，其實跳出歌曲，你左右做實真實做得每天要跳落按台，還有乜嘅唔冇？譬如講做在T段跳，要T2段跳，還有人面部的表情，你都冇收呢，當像機器人呢。安尼除非影響到，因為我知道面部的表情，沒有影響到人唱歌嘅。譬如講小學很好看，你客家真情唱完，係小小的唱，也係樣板型，面部的表情，他變一下，你就會知道你歌冇強樣。所以我講，幾條歌彈起來。強樣，如果今日表現還當好，因為一開始嘛，還不能當過一份書，好加油！好，我們這個客家界的唱跳歌手，嘿哦，唱跳歌手哦，對，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強威總嘅分數。好嘞。哦，算過分啦，應該冇問題，不差，留下來應該冇問題，應該冇問題，有問題嘅後輩係嘛？後輩開始你見到，係哦，前面個 TVB 都叫咗3點，係啊，好，加油，安子 C， 謝謝，好，喺度休息。講到個面部嘅表情嗬，台灣係有一個先生正經同我講嘅，佢講。你唱歌的時間就會有個表情，表情就像你歌曲的標點符號。哦，是哦。哈。哦。
你就讲哈，就像文章中庸哈，文章里面如果没有标点符号，你会觉得很难阅读。不说表情没会加强你给狗的个张力。哦，正经的。比如说开心的歌，你一定是笑笑的唱嘛，对不对？你开心的歌，你不可能。也要讲从高音的时间一定要面目狰狞这样子，对，才有那种高音的感觉。对，标点符号要投入啦，同意这种感觉。好，好了，3號嚟聽 EV，T3V， T3V 咧，而家羅富嘅四阿妹嘅，羅菜要得嚟搖罐米酒。哦，佢咁創一種歌，哎呦！太漂亮是九重三個月，祝你生日快樂。許願，快點。好，許願不是這樣拜，好不好？哦。是九重三個月，有種心跳唔會開啊，那個馬該好就愛慢慢退後，因為你比就更加有。我就愛戀有情愛耶，那天啊情愛你在何方啊？那個馬該比如最痛了，該怎樣將那最美麗。我今天对你另眼相看。他点一颗痣，哦，不能去以为啊，去以为，不能去以为。我问一下，你爸爸妈妈会看了节目吗？不会不会啊。那你每次来都分享你喝酒断片这样？没有，他们闲聊。他又断片了？没有，闲聊。你什么时候又断片了？生日上礼拜。用禮拜前，你到禮拜都來分享，唔係佢斷片，就會給他朋友斷片，要不然就喝酒騎車。對，深夜嘛。啊，生日商業啊，生日啊，生日，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許願，快點。好。許願不是這樣拜，好不好？哦，許願，來，好 ，OK，吹蠟燭，要禮物啊，要禮物。
不，你没有祝福一下大家怎么样？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哦，发大财，这么普通哦，好啦，发太财啦，身体健康嘛，哈，黑毛。哦，他今天还嘿，那大概啉酒就会断片了。嘿啦，这是第一次断片，之前都会有一点点记忆，一点点记忆。这一次断到什么程度？断到上一秒还在跟朋友喝酒这样，下一秒我怎么在沙发上了这样？起来以后在沙发上，在沙发上了，都衣着完整这样，衣着完整，安全是不是？安全，你很放心你自己，你对你自己没算是一种亲友心情哦。我每一次也是这样真的，就是朋友如果到我家，然后就喝啊喝，就本来一开始都大家都很含蓄这样，喝到最后就哇硬灌这样，然后到最后送人家回去什么哇，还把家里整理好，真的哦，第二天都忘了呢。真的哦，我有送他们回去啊。你这是喝酒还是年纪大的关系？都有吧。喝酒真的会断片，不是？哎呦，够嘞。那你喝还不够多。对啊，可能黑吧。可能。对啊。我也吓到你也吓到。我也吓到。对啊。你也吓到，怎么都没吃到。好，抢批准欣赏。对。彩柔你好，你感觉你是咋当外向、当外笑嘅什么？先聊聊歌曲呢，其实了解风格，你感觉你就是你应该是可以掌握住的。一条线开始从嘅时间，你就是身体其实很放开来，很轻松，动轻松。从嘅时间咪躺起来顺。不过从到后背嘅时间，感觉就是你会敢就是很。放心的去换气，对，就是唱得越来越紧张，揪起来嘞。反而一开始跟后面，我觉得有一点点落差，就可能中间的间奏熊跳豆，对，其实你一口气就是整个顺下去，尤其是那个很多冲到中间有一段是 hold， 对不对？就是没有摸够吃给提缝，给时间其实你给起啊，就是感觉就已经在飘了。没有很顺的走下去，结果唱到那哀悠悠的地方，高八度，对不对？你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其实，在那个唱那一句，即使你要用假音的唱法，你每黑耳朵俩给挑签，好好的吸一口气，然后把你的气往下沉，冲上你的高音。我觉得这一句动打怂。加油掉，谢谢。我准批红啊，有别冲跳的狗哎。对啊，完了，那个换气，完了，还不一定好不好 ？BBQ 了，看看你有没有 BBQ 啦哈。来看一下老蔡有个粉说，哎呦，还好啊。今天真的是高手云集耶！真的呢。我想说，刚刚老师说你后面高音没上去，应该是 BBQ 老师吓你们，让你注意一下。黑毛。好啦，还好，这 BBQ 还蛮好吃的。OK， safe。OK，好，没问题。下礼拜分享点别的啦。对，不要再喝断片的那种。没，跟我们分享这个也很好啊。我教大家就说，如何喝酒不要断片。这样又有点太花钱。对。好啦，什么菜有？好来杀了，嘿，郑浩明带来英雄泪。好来，躺好了。风风水，风风一海流，浪把好亲了，一道英雄泪哟。人生在世，生
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过去的雄风来起来，过去的雄风来起来。枪山菜，翻身又是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哎呀，好明個，係一條。好明睇個見到要病哦。哎呦，很有病啊！而家颱風冇強用。哎呦，過去嘅雄風來起咧，係啦，都在意欣賞咧。哦，也興係學客家歌啊，天書嘅歌。哦，天書，哎，流行歌曲是吧？哎，對對對。哦，自從啊，就101年開始吧。哦。就以歌謠幫唱歌嘅，就就搞個山歌加個流行。啊，就有一個叫黃信輝老師，介紹我以林展義學2條歌嘅，一條係客家英雄，一條係英雄淚。哦，而家嘟嘟好啊，冇啲嘢啊，要參加嘅嘛，跟住縣比賽啊，國台課，國台課，就是咩中南同城冇啲3個地區去跳。舞隊，舞隊，哎，就那他個叫一按多啊，他個就唱國語跟鳥台語，台語啊，總係亞洲啊，嗬，係唱客家歌，從頭到尾我就唱客家歌，哦，誒，我對客家歌哦是有感情，使命感，所以講呢，就經過嘅林展義老師嘅公字，哦，佢教我，哦。哦，我就比你一次你要訓練唱嘅幾百遍。哦，結果一比賽時候，很榮幸啊，得到提名。哎呦，你真係厲害呢！真係厲害。那過年有走於天傳業，嘅嘟嘟有流行歌曲。哦，嘅人提嘅係廖秋雲老師，佢得提名。啊，我就提名嘅都判兩嘅，啊，我就比較榮幸，有介多。哦，有大條名。就唱一條歌誒。哎，做一兩條歌啊，剛才就有客家流行大賽，連2、3名都有。哎呦，厲害咧！所以講一條歌對我來是非常嘅有紀念性。對，所以講今年來唱一條，哎，就感謝嘅人林展老師啊，謝謝，俺辛苦。一條歌人嘅復歌啊，係啊，俺都講看今年唱到樣板，好冇？可以慢慢就拿條電。冇，陳玉先生，謝謝。好明先生你好啊，你唱了首《英雄淚》啊，聽講你嘅之前嘅成績還不差哈，但是我本你嘅建議啊，你唱歌嘅基本功非常嘅重要，乜嘢都基本功，所以你音色。音準還有節拍，這3方面你都有具備，但是呢，你還可以更好。怎麼樣更好呢？比方講，廖叔哥給我嘅主歌哦，一般般喲。我又發覺你嘅一般般喲，但是你嘅來音嘅時間，你嘅口型會改變。但是講你能夠從順利來到來嘅結束，同伴咪嘅結束會更加嘅好。還有你嘅後背吼。人講留得青山菜，你係在高音嘅部分，你會用人嘅力度唱歌嘅，用人嘅丹田，但是人嘅嘴啊，把嘅唔拉開，你要再往上提升一點，就有點上提的技巧。是比方講哦，人講留得青山菜，但是你嘅唱法係青山菜，你會就感覺聲音不夠開。假設講你可以稍微來調整一下的話，你嘅成績會更加嘅好。不過一個建議哈，從來不差，加油！謝謝。
最近當衝腰啦，當衝腰啊，當腰啊，係啊，來到呀，我學到一度啦，老師那邊特別係講下就切格一摸索。因為最近都講真嘅，唱歌嘅一般般哟，都冇咁樣。最近冇強用聲音出來就冇強用。係啊，我沒聲音嘅唱歌嘅，你都看人最近啫喎，佢變化。然後見面有上到一課嘅。哎呀，我養他們就8口了，可以看到10道這樣子，就不得了。那是蔡琴才是，嘴巴太大了。謝謝老師，謝謝。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好，看一下鄭浩明嘅分數。安子是安子。哇，92分呢。安子是老師，安子是老師。難怪有辦法拿頭燈。真勁啊！哦，你就係頭燈嘅實力啦。對呀，係冇哦。啊，你話會唔會給 V 已經？給 V 面咋？佢搞唔掂即係那一項。我還錯了一片，有沒衝得清楚啊？哎，穩衝就好嘞。係冇。好，加油加油！謝謝老師，謝謝。浩明太高，謝謝他。哇，92分呢？對呀，92分，94點5、92。嘿，哎呀，啊你根本應該冇人被淘汰哦。唔會有評分的嘛？對呀，希望啦，大家都留下來。來，沙落去，你嘅 V 面咋羅浩然帶來富唔差。好啦。風輕輕吹，行的路紅剛過一層流，關心給反應，總留戀第一瞬，寒芒衝動，擁抱。撒提走一步離開，用愛封藏那遺憾，愛動胸你剛定，眼空透給你色。茫茫衝動，擁抱浪兒飛雨，你撒地走一步接近，用愛封藏，共度星光路給發，愛動手。
真的6年的时间，每年炸就会冇空用，冇空用呢，给咩进步进度呢？国外冇冲呢，完全是内缩内敛的对，收敛的情感，跟冇玩过哦。还好吗？因为冲2条歌有特别的意义。有因为我冲一只歌曲，因为去年我阿婆伫个生日嘅时节去个天堂诶。故说我就懂很怀念他这样。对。吞不住强啊行业的。走。登出了。对。对，几岁？93。93岁。93岁。哇，也算福气啦。嘿啊，好事。对呀。阿婆等你啊。他刚才坐这边，没有。阿婆好，孙的听赞哦。阿婆应该对啊，他怎么倾向哦？用了想，很疼你，因为我是金孙。什么长孙？很疼我这样。小时候只有你可以吃，别人都吃不到什么东西。好像都只有我可以这样。真的假的？你有多少那个兄弟姐妹啊？我自己一个。就你对。那还有兄弟姐妹。OK，特别想就积聚一生的疼你，是吧？好，难怪这首歌阿婆应该听得到。有，我觉得很有情感。对啊，阿婆一定有连接到。唱到以后，弹款啊，看给唱到样板。四 P 欣赏4 P 欣赏来。浩源，很荣幸你来唱这首歌。其实。唱一首歌啊，有上升来，其实就冇嘛敢唱吼，因为当然啦，因为啊角色当时写一首歌的时间，我当时设定的角色唔免爱去加，系我老公，所以种感觉啊，可能就系唱唔敢讲阿婆，唔对阿婆的思念，所以其实加唱的时间啊，其实我心肝都没有一种不感动的心情，你我心肝都一直不断的在燃烧。就会讲，我这个在写一首歌曲的时间，上一表又唔敢表出来，所以它有很多内敛的声音，一直不断的在回荡。所以基上是我录音的音吼，没有当声音这样做的。根本系讲对感情的表达来讲，我知道唔本来当好的一种。感伤和感通，迄讲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的话，再讲到用唱歌的技巧来看的话，其实就像特技的副歌地方，来当上唔甘低，但还有水彩唔稀，也个地方在输赢的时节啦，唔可能心肝度有一种想爱输，结果冇输好。它会比较有一点点让你出现一些瑕疵，好，这个部分就会特技出现要都要照诗的时间，照理来讲，要照诗应该要往前走，因为笛嘛，好用老师来看它是往前走的，可是偏偏我在这里写的方法是你要往内收，所以它会很不小心就收不好或者输唔准，所以亚个地方啊一直出应该讲它因为这里它又出现特别多次。所以呢，特别就爱表出去又唔敢表，又要来转来。尤其係人嘅我知道可能係人嘅上線，想要來表現到尤其係嘅唱歌音嘅地方，就係講出心肝度嘅花嘅時間。一個地方，其實唔是不用很刻意去飆高音。我覺得啦，我建議不用很刻意，你可以反而再放在重點放在唔甘底這個地方的部分的收斂。看可不可以收得更好一點，在你的音域範圍裡面，做得屬較穩的地方。當去get聽講要做高音，唔需要按高音這麼高亢嘛？其實這裡不需要很高亢，你只要唱得上去就好。好，嘿，但是我喜歡，真嘅當感通講。你在唱这首歌的情绪，其实我自己在后背一直不断的在控制自己，哈，就会我很怕我自己会失控。基本上，我觉得我有被你感动到，我真的好开心，谢谢你，安之 C。哇，欢迎他喽！哎呀，我先唱的你哋阿请高分嘅郑浩明太公，来到舞台动王腔下来看分数哦。哎呦，紧张的时刻哦！你郑浩明先生9.5分，那分数真的非常的高啊！对呀，他啦，顺其自然，对啊，无关嘛，对啊，好好背有他的人的心情嘞。万一输脱，再转来，
再开始从头编起啊。好，阿亲希望是高管，嘿，抽上去好嘛，面查保庇。听下来看一下罗浩演嘅分数。爱我不爱，日本歌，一条日本能用慢唱。你不要对我非遗惨。講叫冇唱咧，我哋唱得仲係好啦。好啊，那個，我未到，你唔好記錯冇啦，用經驗，唱能開始哦，唔好唱嘅。燕子筑巢啊！以前講用就講，伊講演的迄類咧，作到唔好來做唔到叫做哦。哦，對呀。我希望做錯個教會。老人家以前咯，正經有愛用糖果。冇，你等佢比這個時間，你白上一看來，佢有煙霧。聽下來看一下羅浩演嘅分數。好。94分，差一些些嘞。哇！哎呦，恭喜浩明太高呢。對啊，基本上啊，唱一條歌嘅好聽，佢贏個福氣嘅歌嘛，係啊。V 面成功啦，嗬。對啊。T8抽送倆 V 面仔報 V。好嘞，安尼陳浩明，恭喜陳浩明太高。所以咧，經過2禮拜安尼熱身賽以後啊，哈，我相信安尼所有安尼比賽賽已經準備好勢，準備好咧吼，準備好，安尼觀眾朋友也準備好誒。係啊，我看嘅人哋厲害 V 面炸連續8關嘅音樂劇啊，有睇嘛？繼續下希望成立人哋嘅 TVB。係哦。90關嘅。哦 TVB 啊 ，TVB 嘛。安尼改賽制以後嘅 TVB。希望加油加油哈！好，好啦，一禮拜恐要要淘汰哈，會分數清大 AV， 分數較大 AV 哈。啊，你比賽之前，俺當然要先介紹你評審先生。哦，真嘅咧，咩請叫冇看到咯。來，介紹下嚟，來。蒼永慶先生，車啟貴先生，譚秀峰先生，雷聲炯先生。哦，講到評審先生啊，安尼唱高中係啊。高中請叫冇看到了。以前嚇也2-3年，其實看到我卡冇看到佢啊。冇，佢係喺中央有誒做嘅客家傳承文化有關係事情，咩空定天天咯。按叫冇看到唱高中係。你冇係乜嘅？阿鳳哥係啊。鳳哥，有折數。係咪升級了呢？阿哥呢？各位那個客家鄉親啊，大家好啦，嗬。係啊。雖然也1-2年咧，也個疫情啊，嗬。無奈也個人家鬧熱大擂台。係。不過我個劇團係咧中央有順延咯。哦。去年有做2出戲嘅。真係啊。伊咧係很多中年教徒，也個鍾兆生先生嘅。作品嗰個也嘅另外就係做一出《東海奇峰》。東海奇峰係也去年做，今年哦馬上就要做另外一出，很多強小組少年英雄。強小組少年英雄。他是搞以支持。去年以前有輸到影響喎，票房面啊，賣票房。有影響啦，以前係啊，多少啦。幾天咩青島啊？我希望也疫情過後嗬，今年嘅呀，乜少年乜嘅？少年英雄強小組。少年英雄強小組，大家就以體驗支持一下。好，多謝參考上哈，謝謝。好，好，安尼做了，馬上進行今晡日傳統組嘅比賽啦。哎呦，開始咯，正式比賽。好嚟，繼續 TV 係主水節打嚟平板。嚟，睇我啦。
师节记贺哦。掐眉，真是比赛会紧张哦。还好的啦。哎呦，真的哦，哎呦，2礼拜暖身赛也完了哈。还好，还有那个6礼拜暖身赛。朋友家呢？朋友家呢哦。真的哦，要到朋友可能比人较皮哈。肚好了，他太凉。没请讲啊，伊上课啊，我讲我唱歌讲，我要聊3家。哦，你这个冇3家。同时懂得啊就。可是他先买的，不是做，不是做个案子拿来做，冇变下来。先本装出来亮相一下。你看根本有本家福气嘛，哈，哎呀，粉丝讲说拿开好的哦。好啊，谢谢啦。啊，你上嘛课啊？我爱上日语课，你有没有上到以后嘅？他有老师有在开班，我们家附近啊，朋友大家悄悄啊，加10个，全部去啊。国有班都好有教日文啊，那对，真的哦，那个老师很棒，现在90多岁了。哦，对，讲日文化。他厉害。所以你要去学。天天学安样。这么上啊，学3-4年都吐唇都冇学嘅。吐唇的啊。刚看人唱日语歌，很羡慕。哎呀，就上去学緊日文。根本唱緊日本歌嘅嘛。唔會啊。唱一下嘛。衝兩支做的。衝兩支。日本有拿到第1名，對不對啊？日本拿到第1名。日本日語啦。唱日本歌拿到第1名。日本歌比賽。我不有舉辦哦，我哋朋友嘅全部去啊。跟唱日本歌唱那一條拿到第1名。到底愛我不愛？日本歌。一條日文能用慢唱。按叫我唱嘞。你不要對我非常。講叫我唱嘞，我哋唱得仲係好啦。你不要。你唔好記錯我啦。你用堅嘅。唱得開啲哦。你唔好襯嘅。No me to iwalete素に飲んだ。哎呦。肌を抱かれてその気になったバカな恋愛が離婚に負けて寄せばいいのに一目ぼれ波は眩したよ女の人生には。后堂啊，后堂。你看这个我们小刚老师的厉害，马上找到 key。对呀，而且不是来混饭吃的。其他老师有听过这个歌吗？有吧，有啦，少装了，俊霖老师，对不对？我现在想到了，到底爱我不爱？我看留个下礼拜，下禮拜啦，好冇？本書拿他過一啲咧，他禮拜過嚟衝啊！衝的，來，先談你嘅教眾用慢講嚇，公平一下。水酒小字，唱日本歌嘅會比唱山歌較好。哎呦，哎呦，這個是歐肉還是？我嘅。我唱日本歌嘅唱山歌嘅處理方式，也還是強樣啦，有嘅感情啦，也有做過處理啦，嚇。也個唱歌嘅台風真好啦，嚇。唱也個平板幾下強音各方面也有爭當啦，嚇。但是我對於亞術歌有兩隻素材，我會來建議下，係咪有機會佢可以？更加進展，謝謝。第一個做個第3季嘅吼，客家文化源流宴，嗰隻源啊，源嚇，源流宴啊，源是吼，嗰隻係念源。嗰個客家文化花吼，以前嘅用花蚵，花模式用蚵嘛。客家那文啊，花蚵，
磨合啦吼，他一摆做的相款啦吼，可以改进啦。其他俺认为还是不错啦。好，那老师讲的你都要吸取会，我尽量尽量。对，谢谢老师。来看一下哪个本书。谢谢。看一下主水酒嘅本书。好来。某一天啊，嘅跳太戲啊，91分算過啦，算做得啦，係某一天啊，前4分在我邊淘汰，係啊，哦，係啊，90分以下就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要修一下，謝謝老師，好，我做得啦，先做一邊當初，好，做休息，你阿九記一歡喜哦，係哦，發一朵，像千言萬語講不完啊，好啦，沙啦，好，沙嚟喺邊，一天幾好帶來羅山歌，彈好啦。春秋，彩云间呐，木匠了。山歌，家甘葱呐，快乐了，小友啊。穷神仙呐，嘿，阿九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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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九咧，阿九嘛，手里嘅片啊，傻分不清楚。哎呦，充實了哈，壓力解除。充到以後叫咩？充到啊，充到以後。誒，有吧？唔，要出車，等他躺平身欣賞講張地啊。不過某一天啊，人家不卡喺風水寶地嘛。哎呦，風水寶地怎麼說呢？因為他們叫燕子築巢啊。個燕呢？頭擺都係王孫貴族嘅張衛有嘅燕子，有沒有？是嗎？係啊。這貴族張衛落去啊？係啊。咁係啊呢？兩三年，穩定下嘅屋檐下，呢個竹雕哦，真係哦，親神親戚哦，而家竹雕差唔多廿下時間春天的，你做乜見準啊？不寒係嘛？不是，叫見準。係啊，唔是咁，沖水廿下時間佢做比來嘅，啊佢一做家下哦，因為老家雕。破壞地，哎呦，真神奇哦！哎呦，係啊，做乜破壞佢自己嘅雕？啊，佢怕可能佢被這破壞好過後嘅佢就鋼劈曬嘅，鋼劈咧雕嘅，大人就冇得血戰燕巢啊！誒，冇錯嗬，應該係咁樣。應當係咁嘅。啊，一年都會比來咁樣。差唔多兩三年，當年就有來，差唔多都差唔多會冷秋天家幾有比這。所以有冇有旺嘛？算旺嘛？誒，還好啦。還好。六出興旺。你講燕嘅嗰個是
LV 煮草家伙，哎呀，以前啊，江阳就讲啊，伊讲演的迄类了，作到唔好来做唔得叫做，哦，对呀，我嫌帮助错，不搞我嫌其实老人家以前咯，正经有安用汤讲，我你都定期比这个时间，你都白上一看来，看有燕窝嘛，对啊，燕窝没燕窝啦，个燕老个燕窝冇空用，冇空用嘛，燕窝没燕子个后了，冷水嘛，你这杀白上一看看有燕窝，燕窝燕子没安用吧？黑冇啱啲呢，個雕唔係佢咬喺醋含有嘅吐類，跟奶啊，冇空用啊。自家去買來試就好咧，行去上去看嘅雕啊，自家。演的煮草啊，係啊，作雕唔知是看有燕窩嘛。用個個雕字係出來嘅哦，做啲個九九棍真神奇哦，真係啊，真係。當然我其他幾條準啦，千希望佢比來啊。你聽錯假貨。對，安尼根本可能分數會以後。哦，應該哦。演的人做王。係哦，湯橋嘅先生嚟講一下。啊，呢天橋子哈，加到湯魚創山果啊，一個老山果創來也相當好啦哈。不過在基本上在咬絲方面，他們講咬絲方面做得講咬得清臟啦，營養嚟講也做得也相當好。但是呢，也有一些建議要同天橋子講一下哈，就你在一首歌曲嘅時間，麥克風拿開演唱了。前後連貫，反正就彈到嘅嗬，彈得當結束。還有就在有第四段嗬，快樂小謠唱神仙，啊快樂了，嘅演啊，一同意做好來，嚇我應看都係做演嘅會要多些會票啊。要乖乖演出嚟，就講冇做千樣，都像我嚟唱小謠，所以人喺邊唱歌一團一團嚟，一步步嚟，而講嘅同佢唱生嚟，人生嚟歡喜，嘅歡喜啲同歡，而可能咗結一歡喜，翻嚟嘅做嘅名譽都冇做嚟，冤腳都冇做嚟千樣，其他嚟講句數也很順，千順啦，所以啊應該分數也應該唔可以查到哪去，但是也少個地方係你要注意下嗬，加油加油！歡喜謝謝神明，要注意，係啊，所以人家就看一下嗬，看一下分數。哦，來，看下入天橋嘅分數。好嘞。90.5分，哦，要較差一啲咧，但是也都看 Hellboy 神秘咯，嗬，係啊，哈，唔是笑，係啊，也可以哈，你演嘅我同你想想啊，我頭擺屋下撞下屋下，嘅屋檐下咩要掉我嘅呢？啊，你要貼上去看有燕窩係嘛？我要貼上去看寫條字。哦，真的哦，他做下來教人。冇啦。冇，OK，好對咯。那像樣寫時間應該請蠻皮。好嚟沙嚟。沙嚟，係彭水峰帶來三個字。嚟，同我啦。
水风太高，水风太高哈。哎呦，对啊，哎呦，上有些早哈，用完的咯，感冒呀，哟，感冒呀，冇确诊，他高端战士啊，对，好，佢今日個頭腦要貼片講哦，貼片講，不要提到順風貼片講誒，係啊，對，你那種開傳堂有一種就衛生那個方面哦，清針。用辦哦，切推唔會跌條那麼，切推腎都條那麼，條那麼唔會掉落去啊。係啊，就是有一人想說，身邊啊，是因為有頭髮這樣子，知道嗎？怎麼有可能有頭髮？對啊，我是光頭誒。個掉幾半年有可能，係咩？條那麼電進去啊，哎呦，叫咩用辦用完的咯？唔啲咧，唔啲哦，緊張哦，聲音走啦，哦，哇。哇！今日冇一聽啦，凶多吉少，真係有你有冇評審欣賞？你喺日本評審欣賞過？咩有一次運動會比賽拿到冠軍？係啊，即係拿冠軍嘅人。啊，衝平班哦，啊，你根本一衝三個字，哎呀，哦，所以平班開厲害，有好調嘅，有好調哈，啊，梗唔怕啦，用本嘢。係啊，用本嘢，這個自動，這係冇一聽啊，係冇一聽啊，佢欣賞堂嘅個國土冇用。看小鳳欣賞有冇講？嚟，水風欣賞以後，大家當叫冇看到啊，係啊，看到有啲人講嘅近鄉情怯係冇，就會緊張嗬，看到暗道嘅熟識嘅朋友嗬，會緊張嗬。但是有2禮拜暖身賽，係啊，係啊。我來建議出去講嗬，你根本日嗬，你平常時嘅水準嗬，略嘅降低啲咧。係一開始一開做嘅時間嗬，減速開發，唔該上出乖乖。韓國都聽一趟嘅時間嗬，服帖練法，那個練法那個人嗬，規則就非常啲咧，就走啲咧嗬，就給3個字嘅米頭嗬，就切磨嘅。還有到兩個位 TC 團的時間，略嘅就係慢半一啲啲咧，0.1秒，2.1秒哦。還到兩個位感覺慢速往嘅單吼，數米嘅時間也上人吼，數米嘅時間吼，老兩個狗嘅吼，個上人轉變人起來。個上個人呀，你結果嗬慢速往佢只創就佢只上出去就變態咧。個你創過嘅嗬，彈過嘅當講彈到個上人變態，個佢只個玉米就磨態咧。好，繼續加油哈！哇！你看下變態的分數用版的，希望唔會太變啊！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政治用哎，冇干好色的事情。用吧，啊？冇干，客家詹雅文用哎。哎呦！不要黑你了，啊，管你呢。按这个知道女枪吗？不知道。哦，不知道，我尽力。你知道给青枪啦？真的。你知道给去搞青枪？你知道给枪都用吧？你们枪都给连 FB 赖群主都改名叫做客家詹雅文。那安尼啊？愛安係凊彩講，啊唔係真認真哦，那有安尼。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哇！講難講。難講，然後不能兩米，係兩米啊，89分。所以唔是這，係啊。誒，今日條那麼樣講奇怪，正經呢，發亮嘅。決戰光明頂嘅時間有冇用？啊，麻煩先做一邊，然後坐一下，休息一下。滾水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身體保養哦，哈，保養好來。今日做時裝咯，做到特別帥，很隆重這樣。係啊。嘛，好啦，殺下來，殺落去，總比整帶來平板。對，躺下啦。
哎，闭睁子用哎，马该后生的事情。用吧，啊？马该客家詹雅文用哎。哎呦，哪玩的呢？哎，真玩呢？系啊。哎呦。这叫乱讲法，不够油腔啦，正经啊，有些腔。我们我在刚来没几集的时候唱第2次你就讲，然后到第3次你就讲那个蔡秋凤，然后第1次是讲詹雅文。你用记得很清楚。哦，你长得像蔡秋凤，啊，声音像詹雅文。嘿啦，第1爱唱，唔是讲很爱唱詹雅文啦。哦，真的啊。嗓音哦。有詹雅文的迷头。共鸣腔有腔啦，系嘛？按这个知道有腔吗？不知道。哦，不知道。我尽力。你吃到给清腔啦。真的。你吃到给去加清腔。你吃到给腔都样板，你们腔都给连 FB 赖群主都改名叫做客家詹雅文。那玩的呀？你爱玩的？爱玩爱青菜讲，按来是很感觉认真呢。那有啊呢？我当时很有荣幸啊。那我如果说人家说我是客家 Michael Jackson， 那我就你也可以啊。都对啦。来，音乐来了，真的。有冇？就2个通走。哇，超像的。后来差不多了。罗哥良哦，他现在起立坐下都会喘了，不要给他跳太久。对，你不要害我。没有，呛对声囧欣赏。啊，欣赏好。那位庄小姐哈，今日唱了小片板啊，弹起来哈，本身非常的雄厚哈，声非常的亮，刚好。我音乐歌的挑起听2只事些，然后他应该潘水凤先生有多少上场啊？个干数的配合冇讲当，好在你后面呢，全部有。秀飞起来哈，找了音乐的行，是唔会讲变这样哈，非常好。建议啦哈，唱歌方面，我哋咪讲唔好按硬了，发音的时候，尽量能够好柔软、软熟的哦，咁会好好弹。所以讲我哋讲係唱歌嘅高低、腔调，有分辨。因为先生，唔係講幾首歌，因為本身當我幾條歌同樣嘅音量嚟個唱嘅，是冇按聲音。呢點我哋互相嘅探討，是嚟講下半夜歌舞啊，會唱到很好，加油嚇！是冇事。我知道以後用嗰個真假音轉換音唱下呢客家歌。山歌。清亮好嘛？清亮，係啊。傳統族嘅詹雅文。盡力。看下分數，好，看一下總比整個分數。新聞，坐在，好，下禮拜吃寬啦，用來真假音轉換，唱一下。三姑娘，按用州唔得啦。蔡秋凤啊，蔡秋鳳啊，你吃寬啦嘛？係啊，吃寬聊分數有關係，我練後當做的。好啦，謝謝。沙好了，我沙咧，係你嘅避免炸總一曲帶來3個字。喂，彈下啦。用漂流。
真渣，两位主持人好，台风冇强用啊，非常的稳定啊，又下涨就会好，係啊，叫管冇問題啦。冇問題啦，他暖身賽就冇乜問題咧，係冇？叫佢上，做埋要咩200暖身賽，4個200啦，就高管。咩？嚇，加落200啊你哦。加落200，係啊，都搞當好。都夠啦，係啊，認識朋友啊你，係咪當好？係啊。你嘅決定也落伍啲那片？我不看哦，在南莊啦，南莊。小強老師隔壁莊，我不看嗰度風景動向哦，嗰附近哦，當到已做嗰小木屋啦。哦，對。呢度哦做動態哦，大木屋，我不看面前哦。cái ngã địa片，我不看địa片哦，風景動向，個對面山檔吼，在南種提白起嘅大木屋咁嘛，15間，15間，第一批就15間，有你暗部吼，春雨，我記得4月，哦落當大水，一暗部吼15間全部變下來，變強，轉到一間半，哦喲，佢有影響係冇？好啲嘅人啊，吼，冇人就個帶，因為吼大部分嘅都市人是個度假啦，吼，佢係平寮人人要去聊，白時間去好啲冇辦3年就個，我個變下來好啲冇人上到啊樣，幾好啲。係，個是講吼，都市人吼，你係種下賣屋啊賣地吼，你最好係拜訪個。當田因大當機會啊，譬如講村長啊嗰啲話吼，大家你拜訪佢，基本上講嘅挑白嘅種會所吼，挑白就要變過嘅啦，從喺度全部地啦，所以要注意吼。我不卡前見真正，我不卡順行吼就要調口。你不卡有多平？我不卡100平田。100平？建地嘿。哦，建地100平，農地咧，農牧地加迄個。冇，我不卡冇出建地，因為我特別我家幹係公務員，公務員我冇加油啦，我喺我身上我加量隔壁啦，我隔壁就係我冇加嘅天啦。因為最近有興趣嘛，做地產大亨了。就是冇啦，就想講買個農地啊，自己呢玩一玩啊，就想說。以後我們退休退休的時間夢高啊咧，因為我有好種樹誒，好種花咧，好咩都會有嘅冇誒，很宅，我宅男啊，我又不喜歡出門，真的吼，所以我是可以待在這種一個區域，然後我自己可以去周遊嘅冇呀。你可以哈，中央山脈你喜歡哪一區啊？就買一輪。我講係莫條台山檔。講台山檔吼，你市場啊冇乜嘅方便，嘛冇險啦。對啊，我一看啊，係你一看啊。我看佢喜歡嘅啦。看感覺風景啊，有嘅冇係各方面清好，感覺地靈人傑，這樣鳥語花香啊。對。喺對面嘅山檔看到我兩片咯，像國畫。景動這樣，所以該片人咪做個小木屋啊。哇，真的很多人啊，那時候很流行。現在很多地方都有，農地改建成農舍，觀光區啊，對，或是社區型的農舍，東多啊，係啊，社區型。伊個是貴區呢啦，15間下去15間呢。哇，安尼，緊張嘅時間，難怪創作很好。係啊，好，請高中先生公平一下。也咁樣熱劇手機創也三國志哈，創得真好。伊不論對那個三國志嘅處理啦哈，係所謂講對音樂嘅處理各方面嚟講，亦都算係一個嗌到講音韻咬詩，要一個。音韻吼，我要生情啊，吼，詞情生情佢都要表太多。唔過我也有一兩個部分我來建議下。當然可能其他唔講開了較多係冇，你講開風。我較講開了係。唔會講私煙嗬，會冇。會嗬。會講，冇按講聽啊。韻啊，嚇，係韻，但是我唔知係咪講開了嘅人，啱到嘅就韻詩我冇，我較冇強調，強韻
嗰隻韻詩啦吼。個講要用講，吼，一兩隻詩可能做第一考究一下。那我伊個部分就唱嘅部分嘅韻吼，留小可小嗰隻韻留嘅分數個嘅數嗰隻吼。老少愛可那咪韻啦，少乃可老分數愛可那嘅數老少嘅兩隻強，嗬，做啲考慮一下啦，嗬，以上當然今日唱得非常安好，嗬，加油哦！成功先生，冲掉的非常好，所以加之前4味吼，有2味94分的水酒记还有必争记，看下来都舞台同红，你要看下来看分数了，众星拱月一下嘛，系嘛？对，3味看下来看一下哈，看一下，看卖的分数较高，较高就做抽上的味面在补味咧，好嘛？好来，准备好了，好嘞，看下来看总一球嘅分数。講呢，我就太少事情啦。2月魯本法啦，3月、4月搖動法啦，5月爬龍船啦。哎呦，8月、9月一講當講啊，一講節啦，我唱幾多就表演啦。村民聽到講真奇怪的歌謠版啦，會長人都出嚟，出嚟唱有名嘅，你清有名，沒錯了啊。真奇怪先生，啲人客家嘅真係金字招牌。好來，準備好了，好嘞，看來看總一球嘅分數。成功先生，感受你嘅 B 面再爆 B。好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B， 連勝9關。用情來電報，哇！今日有唱到一個團體哦，喺安尼桃園地區嘅縣古歌謠版啊。你睇下團體幾厲害咧，咩你嘅國寶級嘅台詞，恰起過先生帶領嘅，聽出非常嘅精彩，太勁啦！我繼續下數看下去啦，對，準備好了。今日嘅陣仗真係非常大啊！等下好好真係好放滿下咧，先看佢精彩嘅表演來歡迎。歡迎。艮家堡三佛縣古歌謠版。來。
府狗友班，还有车李总，来，欢迎来到舞台中哦。李总吧，李总，李总好，唔來咗嘛？你俾人愛辦嗬，無來介紹地位可能你向前聊地位無了解。你車先生嘅班呢？有得辦好。引以為傲的班呢？介紹下你。好，今日我嘅狗友班啊，按到甘家堡三貨，講到甘喎，甘家堡三貨。狗友獻古班，用咩按到咁假好？講到一狗友班成立喺喺民國99年，99年，也112年，所以成立有13年咧，對。當初啊，成立嘅時間喺喺一個龍潭嘅甘家後山。所以大家都講嘅，我都甘家堡。龍潭香甘嘅意思。香甘，對。所以柬埔寨有中甘嘅嘛？冇中甘有啦，一定有。咩有係咩有？甘咩有？多少啲年？因為當時我去嘅時間，感覺到講嘅後山嘅風景相當嘅正。所以我哋成立狗友班都可以後山啊。夾到甘家堡嘅後山後背。唔咩花蓮後山啊？咩，甘家堡後背，佢真是一個世外桃源。真係，真是好地方。哎呦，香港清江咧。清江。佢睇有土地要買冇？你係10個月前就先買。蠻土地咧，地產大亨。全部在龍潭係嘛？對。安尼啊，哎呦。按到按面書跟人對，有農地要買喎。農地。好，當初成立嘅時間就到幾個半山野會嘅島嶼嘅小木屋啦。其實佢乜嘢都煮茶水啊，啲地方，所以我哋都可以上課嘅時間感覺個這樣子就講研究就30-40歳咧，所以要較細啲嘅就開始在擴建。做乜嘢？農舍樣啊？咩？佢仲係一個細當建咧會嘅屋嘅，佢就本嘅煮茶水天呢，後尾資材室啊，係啦，就變嚟講，後尾就加搭鐵皮本睇下創山果。啲後山創山果，對，有件山果呢，加嘅嗬，油桐花當初起啊，也有油桐花樹相當正，但是冇錢多，所以99年我提擺到攀嘅時間，攀一個桐花枝，結果人家客家，人家嘅 VMV 要派人來看到，個地方當正，要桐樹長壽，所以100年我就種100條落去。也10個年咧，嘅樹係要3-4層樓高嘅。桐花樹嘅千萬太真係啊！對，個錢全部黑 VV 出嚟咧。要桐花樹咧，黑 VV 出。當時黑 VV 嘅副主委鄉長啦，甚至講議員啦，代表一條千多人來種，所以也規山咧全部油桐花。也係一個有名嘅觀光嘅景點。甚至連客家書曲就都嗰度噴發通嘅。請講。跟你啲嗰陣成立一天都要當天人來參加輔助嘛，對嘛？對，唔係查。所以李總就會輔助唔清太。講到我請李總，因為家嘅後山要諗嘢也嘅保護起落去，所以後面我條狗友班就多一個山貨，所以就我揾到甘家堡山貨。也個獻古狗友班，就好定係車李總。山貨喺啲地方。有一個地方，就到兩隔壁啲呢。結果我李總伯咧，佢提供當好嘅場所，我喺度創山歌，做嚟愛心嚟。所以嗰個地方嘅屬於。愛買冇係冇。上網啦，你甘家堡山貨狗友班嗬，來到山貨，喺我哋最大嘅歡喜啦。做個狗友成員嗬，狗友班落到我山貨以後嗬，感覺到心情非常嘅爽快。本來做嚟食到90歲，千歲啦，食到半年啊，係嘛？今日加起來千歲啊，2000歲吧？千，按你講有冇歡喜嘛？歡喜啊，歡喜啊，天空。嘛，係嘛？千歲，安尼觀眾朋友加起來萬歲啊！
哎，个李总，李总，跟其他歌谣班来到我哋俾以後嗬，我哋莊面啊，千度去參加其他歌謠班嘅表演訓練啦嗬。3個歲不幹咧，我就太少事情啦。2月魯賓花啦，3月、4月搖童花啦，5月爬龍船啦。哎呦！8月、9月一講當講啊，一講節啦，我唱幾多嚟表演啦。正經啊！村民聽到講，真奇怪啲歌謠班嚟，貴莊人都出名。正經，出嚟唱有名嘅，等下請有名就出嚟啊！真奇怪先生啲人客家嘅嘅真係。金字招牌，真奇怪，有阿鳳哥嘅名聲差唔多。藝術技啦，跟啥做得比？國寶級嘅藝術乜嘅東西啊，對嘛？唐公欣賞，你喺欣賞請中醫嘅歌謠班，欣賞搞到按到歌謠班，係喎。也講到也咁家寶三課，也嘅研古班、三個班啊，佢哋要最睇缺點，哎呦，最睇缺點係嘛？要講錯講錯。佢哋特別講，佢最睇缺點。嚟睇下講，咁家寶三課歌謠班最睇缺點係乜嘢？係咪？有點聽到。有當到冇？嘛，佢眼睛真誒，有點痛到，按出屁啊！還有痴心呐，係冇？被思聰得好啊，張宇安有個痴心。雖然講日本喺前歲嚟講嗬，但是佢哋真是當合作。依啲合作嗬，本來先咁就講係。當換閃啦，所以佢哋一拜在去年要參加一下桃園市客家書曲主辦嘅廣播賽，拿到全市嘅第1名。哎呦，第1名誒，真正經誒，很有意思啊！比嘅還強哦，比咩較強？比佢啊，對。有意思啊，有第1名啊！第1名係排寫，因為係普前排，因為係學生，第1名報，係講嘅哋會老師啊。跟冇辦法啦，那個師兄師姐嘛，係嘛，有種關係啦，嗌本老師，所以嗬，全部溫飽，係行到目標，我記得後生，後生冇後生，春生啊，客家都要幾比啦，有啦，順豐有後生嘅人，有後生嘅，厲害。唔過咧，兩位主持人，真正係見面來對啊，我非常失望喺車裏咗，佢提供安好場所，我喺度嚟創新。睇佢當方前當安全，依然挑低啊！早啲講當到節目好表演，所以睇佢當合作。講到表演，冇今日就帶來一團我乜嘅表演啦。係啊，其他表演，其他選手。也來帶來一團也按到三腳採茶戲。三腳採茶，很多人講下演啊。冇，等下嗬，我等來介紹乜人來演。也嘅關係要樣辦，等下等來講。好，我本睇下來看一下嘅三腳採茶。先來演奏一下。可以哈。藝術係阿分子，用談咁家寶嘅阿分子，今年大擂台所了伊，然後三個班傳落來了，係阿妹，風琴也忙來啊！哎呦，阿妹啊，做乜車做八做咗係乜雞呐？我嚟台北錄呀，台北錄呀，哎呀，乜嘢係咩呐？阿風姑係咩？阿風姑係咩啊？哎有嘢啊，佢嘈吵嘈點人鐘哦，係哦，佢實實來去哦，我會唱嚟來去哦，好哦，我就來去隨我來。做事咯，車門來升啊升，途途有幾多？ 3800里啊！
好什么？做孙伯父亲啊，神仙啊，太阳夫啦，风啊流，上啊流，呀呀水，来去归呀，风流做什么呢？哎呦呦，哎呀！车门来伸啊伸，伸伸啊我的歌，喂，叫我做啊做啊做什么？车门来伸啊伸，有点好羡慕，天点两三间咯，伸伸啊，太阳夫啦，风啊流，上啊流，呀呀水，来去归呀，风流做什么呢？哎呦呦，哎呀！车门来伸啊伸，伸伸啊我的歌，喂，叫我做啊做啊做什么？车门来伸啊伸，向天有几多？狮子有灯泡啊，伸伸啊，太阳夫啦，风啊流，上啊流，呀呀水，来去归呀，风流做什么呢？哎呦呦，哎呀！你好似傷感哦，尷尬姊妹嗬，係啊，係嘛，尷尬咩姊妹哦？咩姊妹啊？也係阿妹，阿妹也係妹。啊，係啊，哎呦，哇，母子同台啊，真的嘞，這個是何等感動的三畫面代同啊！堂，好冇啊？我是第三代。哎呀，哎呦第二台，很溫暖的畫面呢，係啊係啊，鐵拜來上節目嘅哎呦，嘛，哎呦，緊張。上唔是上過節目啊？塑料牌，哦，佢見中嗰個神都新上攀在床頭邊上，上睇嚟。哎呀，新上攀節目床頭上，哦，天師台係鐵拜來，鐵拜啊，哎呀，哦，你嘅用輕啊，哎呦，用輕乜嘅感覺啊？歡喜嘛，千歡喜，有千歡喜爽嘛，嗬，有爽嘛，千爽，清爽，我先同阿兩位主持人報告下，哎唔係唔掂嗌班長今日呢度死亡，班長，班長哦，佢就係嗌高耀班嘅創辦人，假唔假？就到假嘅班， 60人歲吧60人，同埋嘅嗌做咩？嗱，唔像佢差唔多啊，係冇做阿妹足足有存嘿， 90歲。 90歲， 90歲，這真是看唔出來。哎，這麼冇簡單哦哦。樣樣嘅保養嘅做嚟暗號，就得個係啊搞啊！唐樂老師嘅教三個嗬，睇我下10年藝術教育，唐到講第三期教嗬，藝術系啦嗬，教10年嘅老師講老人家，哎呦，哎冇乜錢，冇得教咧。冇得教你係尷尬噃，你說尷尬？冇錢就冇得搞。唔係有錢啦，佢講老人家係冇錢。拿錢啦。佢講按社會啦。你說啲尷尬噃嘛？錢係冇，係到30-40歲。哦，同佢招生就出嚟啦。佢應該你做李總常出來，李總沒去分數啊，係啊，厲害哦。哇！佢應該啲應該啲當地嘅尷尬，就是太相當有名，太夫人，太夫人，真係太夫人。哦，難怪氣陣可能好多人。我強用。尤其加個賴係太子。咩書法大師，書法大家，嗰班咧，佢一定係茶藝協會，前為泡茶。藝術師係要種茶喎。有啊，有。甘家寶嘅發現就全部係茶葉。哦，真係啊。然後後來因為老人家老嘅冇人講嘅，冇講嘅之後，他改為後花園。然後種統法，對，改為統法林。兄弟姐妹哪裡啊？北中來龍潭，你知道嗎？龍潭，科學園區那邊。園區。樹壁啊，樹地，睇咁樣講，甘寶從來。從那去啊！哦，太子家都地，太地先有名。
昨天我也班长阿芬子，佢同阿安嘢是咩？也嘅走人以外咧，還有咧我嘅班主任相當感嚴嘅，我都感幸福。感幸福，我班主任，佢哦睇啲推動就開始屋嘅粗料嘅，揾個鐵皮屋嘅就各方面出錢出力，種樹嘅。規則嘅後生做到當獎。嗰年可以參觀看啦，係啊。也還有名咯。因為你剛嘅世界青島人哦，剛嘅青島人，你也參加了。有幾多同化開嗬，佔唔到。哎呦，真係我佔唔到。哇，跟人家一樣佔落去學唱歌嘅。我哋話，較早就會佔，較晚啲佔。對。因為佢要限啲元素，因為愛到一條白沙，佢都冇再開放，就減咗有情況。我看到干大姐哈，90歲，很多人講這神地安哦。對啊，我之前聽人講哦，有3個那個100歲人類，就本人訪問過，哎，你們到底是什麼方法哈？對啊，可以身體養好，可以這樣哇，可以活到100歲這樣子。啊，第一個就說沒有啦，我就是那種飯菜吃不多啦。是7分飽。這7分飽這樣子，啊，第二個就說啊，那你呢？我就是飯後百步走，這樣。運動走，對啊。阿妹，你唔記得咧？你當然要去上門水庫行路。上門水庫馬來退休哦，100人應該就行過了哈。100人應該行天哦。拜5到拜6，拜1到拜5。拜6禮拜按冬年可以。拜1抽中嘛。對啊，那第3拜下書法，我沒有下書法。藝術師教嘛，下出來。好啦，按呀三腳菜茶去，按樣都好。係啊，專家啲咧片。其實哦，一個三腳菜茶去啊，人講唔好調嘢嘅劇情地度，嚇，我自家本身我標一塊，一天我標一塊，做戲嘛，我用做嚟我好，人講演乜嘅唱乜嘅，但是所以從有呢，我咪同阿芬子有講過嗬，唔怕世界難命，無痛無病，曬個堅長命，做三腳菜茶，咁所以都8年以上。對，是什麼做什麼，演什麼就要像什麼。做戲行要配台詞。對啊，冇人改。羅哥倆可能就做唔到。我冇辦法，我創一條流行歌，我配歌詞，我配。冇辦法。那就帶到一段表演啦。好，也呢，中央嘅金家寶，沈火也嘅獻古辦呢，我帶來嘅小跳主曲嘅演奏。都記得喎，還有啊，所以扮演衝下場啦，係哦，美儀太棒咧，哇，充滿強嘅厲害，好，多謝你表演哈，多謝哈，看下一場表，精彩表演，睇下你咁搞個看法，好。